常常日日都發呢個小片俾你，你話羅素姐負責人，羅素姐話唔關佢事。19號先係我跟翻，2日之前呢就人哋話晚都冇人食飯喎，晚都冇人喺度。嗱，一段時間，一係就有啲時候見到佢19樓有啲瞓覺，有啲就係喺度偷偷摸摸縮埋入邊瞓覺。一段時間啊，嗰個就冇話係長時間。今日呢就多數都冇人喺度喎。唔該跟翻啦，大陸都有俾工資，咪呢？又揾麻煩翻嚟，變到好似我一個咁樣。今日31號，19號到我自己知道，晚都冇人做。發唔發工資啊？今次？